主啊，这是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的心。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直到那日天地废去，我的生命呼吸将要停息，跟随我主，何等荣耀万喜，我献上自己，只为你过一命。献上为你的名，我相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起起立，然后帮我找一个人，跟他说：“很高兴在这边见到你，高兴在这边见到你。”路加福音1章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让我们一起用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
高分给神。一起再来敬拜。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再更多来宣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能成为你所属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耶稣，愿你可以让我们都像你一样，带领我们更多。谢谢你。
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出向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到了面前，来亲近你，来寻求你，也感谢你再一次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在你的面前
除去我们一切的担忧，除去我们一切的烦恼，也除去我们一切的疲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享受与主同在的时刻。也愿主对我们的心说话，透过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所听见、所看见的，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孩子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只有2节，马太福音25章35节和36节。先请弟兄来读一次，然后再请姐妹来读一次。好，来先从弟兄请。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好，谢谢。那再来，我们再请姐妹来读一次35节、36节，请。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好，谢谢。今天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叫做福音的缺口。好，那这是从这本书呢，好，这么厚一本的书呢，好取的题目哦。好，这本书呢是一个美国人他所写的。好，他写到他成为一个世界展望会好的全球的一个总干事。好，那他也来到了香港啊，做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工作。那他觉得呢，一个整全的福音好是什么？但是他发现很多的教会在做的福音呢，都少了一个，都有一个洞，都有一个缺口，所以他想要分享这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呢，那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把信仰能够化为真实的行动，还有看见上帝呢不是一个被缩小，只有住在教会当中，上帝呢不是只有在一个礼拜堂的当中，而是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产生影响力。那过去前2个礼拜，牧师跟着世界展望会去了越南，去6天。那这6天对我来讲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震撼呢。所以牧师想要透过今天晚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为了要一点情境化呢，这个是越南世界展望会送我的帽子，这样看起来呢，有没有比较像世界展望会的样子？这个在越南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去过，请举手一下。越南，大家都没有去过。那你有没有认识越南人？有认识越南的朋友，好，请放下。那有没有吃过越南的食物？有吃过举手。这么少。好，台湾有这个越南面、越南小吃，没有？你们都没有吃过吗？越南河粉啊，越南春卷啊，炸春卷啊，法国面包有没有吃过？越南咖啡。越南其实呢，好吃的没有台湾这么多，但是也蛮有特色的。好，那我先介绍越南以前呢，我先介绍世界展望会啊，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到现在70年的时间呢。好，那他们就是一直在促进世界上的这个贫穷、缺乏、需要的地方。好，那他们特别是关注在儿童。好，所以以前有没有听过饥饿30？好，饥饿30呢，就从世界展望会开始哦。那他们呢，致力于帮助世界上有2亿的儿童。然后呢，他说每10秒就有一个孩童他有需要一个安全的饮用水啊，就是水。每一天就多3个学校。那他帮助的就是透过世界展望会，每60秒呢，他就让一个儿童能够得到温饱，就是有食物。然后呢，他在过去的10年当中，超过89%服务这些营养不良的孩童呢，已经得到改善康复。然后呢，他的社区发展呢是要解决，要来帮助一个孩童，只要他找到一个人愿意帮助一个孩童，不是只有一个孩童受惠，会有几个孩子呢？会有4个孩子。所以这是他的计划，就是你去资助一个孩子，其实背后会有4个孩子来受惠。那这个世界展望会非常了不起的工作。那么台湾展望会，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呢，在1964年，62年前，那也成立啊。那从这个山区啊、离岛啊、育幼院啊、儿童之家、麻风病院啊，那现在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呢，也在这个全球的世界展望会当中呢，算是一个资助国。刚开始的时候呢，它还是需要跟国外申请世界展望会从国外送物资来、送资源来帮助台湾。
但现在台湾变成是资助，就是我们可以出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好，那所以台湾世界展望会呢，跟着世界展望会联手做很多的工作。那今年呢，好，跟着世界展望会呢去了越南。好，越南这个地方呢，好，跟台湾的气候很像，就是在东南亚，它是一个共产国家。好，它的全名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好，它的这个国家形状呢，长得像一个 S 型哦，很长。好，那是台湾面积的9倍哦，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那它的人口呢是台湾的4倍多啊，有1亿的人口。那它的首都在河内，就是上方那个红红的地方，靠近下龙湾，比较靠近中国。但它最大城市呢在南边，紫色那个地方，胡志明市。好，那他们有越南话，可是越南呢，我们台湾有几族？有16族，现在有17族准备要认证哦。但是在越南总共有几族呢？越南有54族哦，54族。所以这些的民族呢，都很特别。但是因为越南呢受惠于中国，因为中国呢被美国制裁之后，很多的工厂通通都移往越南，像三星啊，他们苹果都移出去，所以呢越南就很多开始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然后新兴的市场。那在越南呢，它其实跟中国的历史渊源很接近，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到了19世纪呢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才会有越南咖啡，会有越南的法国面包。甚至在越南这个河内啊，这个胡志明市啊，会有一些法式的建筑物。那后来越南又被日本占领过，又打了越战。那到1975年50几年前，越南51年前南北统一。那但是越南呢，现在是属于共产国家。那我们这次去越南呢，他要提醒我们几件事情。那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呢，去的时候呢，去不能祷告，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是自己祷告。然后去呢不能带圣经，不能带圣经，比去中国大陆还严格。然后去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穿有十字架，带十字架的这些记号。所以在这个越南呢，这个共产国家呢，他们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严格。但是他们又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呢是这种公安，但是越南呢，越南人相对单纯。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很好提醒，在右边这一页，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关心很多的孩子，所以他要提醒我们说呢，不要单独跟儿童互动，避免不当的身体的接触，也不要去随便去摸小朋友的头。对有的人来讲，或是对有的民族来讲、文化来讲，这是不尊重的。也不可以送钱给他们，也不可以私底下送礼物给他们。有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爱，但是你不能够自己想要什么就什么。因为这世界展望会他们都有很清楚的规定。那拍照的时候，如果你要把他们的照片要传到个人的 IG 脸书的时候呢，你都要不能够都要做一个处理。那也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打卡，不能够标记。那还有这些法规，就是政府上面的。所以在这个行前呢，就让牧师让我觉得说，哇，这次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你不能够在那边公开传福音，你也不能够在那边讲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世界展望会，他们其实在那个越南那个地方已经好几年时间，那他们要怎么样把福音、把基督能够带给那边的人呢？我也很好奇。那这一次呢，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会长，还有他们的处长、主任、公关主任、专员、同工，以及他们的董事，然后还有几位台湾的牧师我们就一起受邀。那为什么我会受邀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教会今年有借给世界展望会借他们场地，他们来在这个地方办一个全国的督导会议。那借了场地之后呢，他就透过牧宣来邀请。我就说，好，要不要跟他们去6天？而且是费用由他们来出这样子。世界展望会来出机票跟所有的费用。那所以，而且呢又不用礼拜天请假，就是1去6回。我说这个行程真是太适合牧师了，都不用跟教会请假。那天晚上回来可以聚会。不过那天我们晚上大家去约书亚，所以就跟着一起受邀去。里面有我几个学长，光长老教会的牧师。有罗东的，有台中的，有台南的，也有林良堂的牧师。
那越南这个国家呢，他们是一个1亿的人口，在全世界呢排名第16大，才是16大。现在第1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哎，对，你有更新印度在今年吗？今年超越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越南呢也不差在东南亚排第13位那越南有54个民族，那主要是金族或叫越族那它是一个热带气候。我们要去的时候呢，前个礼拜的时候那边36度，要去的前2天的时候那边现在是38度。那我们去的时候说那边是39度那真的是哇，感受非常的热。大部分是无神主义有 76%， 那佛教是最多有 13%， 那基督教大概只有1%，大概有1%的基督徒那它的时差呢比台湾晚1个小时。那在越南呢那他们也非常的以跟我们的台湾的饮食习惯很接近，就是以米饭米线河粉但是我们吃会习惯就是它吃起来很清爽，不会油也不会腻所以很多台湾人吃了之后呢都会爱上他们叫做粉粉就是河粉有牛肉的，有猪肉口味的，然后放了很多的这个菜九层塔在这上面那因为他们也受过法国的影响，所以他们喜欢法式的面包跟咖啡这是他们2个现在留下来的。可是他们的越南咖啡呢很奇怪没有黑咖啡都会加奶跟加糖不过呢还是有他们的特色。那越南话呢我们学2句就好。你好怎么说呢？xin chào，大家说一次。xin chào，xin chào就是你好然后谢谢怎么说？感恩跟我们的感恩非常的像感恩所以你只要会这2句xin chào感恩那你就在那边可以吃得开而且他们下面还有教另外2句就是不好意思就是xin lỗi xin lỗi然后再见就是暂别所以你会发现跟这个中文呢有一些意思非常的贴近那我们这次去呢越南的世界展望会呢他们是要寻找越南最贫穷还有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像大城市河内、胡志明他们已经开发的非常进步像我们在河内还有这个韩国的乐天百货台湾有乐天百货吗？有，在哪里网络在网络那但是我们去韩国在河内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住的旅馆他带我们去吃饭对面就是乐天百货，他让我们有1个小时去里面看其实跟台湾的百货公司非常的像，可是你会发现跟台湾几乎没什么两样可是呢在越南还是有很多非常乡下的地方那他这次找的呢就是找了2个府一个叫做敦教，一个叫做孟昂，这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就在北越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那边的儿童呢受到很多的这个同侪的暴力性剥削、童工、人口贩运，因为它是离边界很近离辽国、离中国所以在那边呢有一些家庭呢他们养不起孩子他们可能就会卖儿童，而且那边有很多传染病、肺炎、腹泻，还有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像我们这次去呢就看到几个家庭，那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真的是营养不良非常的瘦那发展迟缓在这些地区呢有 18%将近1/5的小朋友呢有发展迟缓的问题。他们怎么去看他们发展迟缓呢他们是量这个手的几公分有一天他就带我们去看，叫每个小朋友站到那个磅秤上面，然后量他从这边到这边几公分然后来断定在这个年纪他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公分数呢就是发展不良。然后他们的生计也很困难，他们大部分都种稻跟台湾的稻田很像，可是在那边呢很多他们呢因为没有工作失业那所以呢将近还有他们有一些天然的灾害，
导致于呢他们的水资源不足，卫生环境也受到影响。所以在那边我们有遇到那个很缺水的地方，他们的水是靠雨水，把雨水收集起来，然后储存，当做他们家里面的饮用水啊。好，那我们这次先到了河内，就是在他们的首都，然后世界展望会的他们越南的总部，然后他们的越南的会长，下面这个叫做 Toshiba 先生啊，一开始我听成是 Toshiba， 然后一直跟他 Toshiba， 后来才知道他是 Toshiba， 他不是越南人哦，他是印尼人，印尼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可是呢他也很爱主。那他在印尼做了印尼展望会的会长，然后他又被聘请去到越南，做越南展望会的会长，已经在那边有6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去的这个前面第1天、第2天都是坐飞机，然后转机，然后再坐车，去到这个偏远的地方。所以接下来就是用照片来叙述，就是我们坐国际飞机到河内，然后再坐国内的小飞机，去到奠边府。奠边府下飞机之后呢，还要再坐车，开2-3个小时，到他们的到这个奠边府的时候，已经都是山区。从这个飞机上就看到，哇，都在很多的山区当中，飞了1-2个小时都在山里面，然后再到这山里面的下飞机后再开2个小时，又继续往山里面开。不过那个路呢跟台湾呢很像，就是越南的山也没有很高，那但是就是很多的山的起起伏伏。那我觉得在这趟路呢很有趣，就是我发现越南呢，你在这条路上就可以看到每一家家户户都很喜欢在门口在路的2边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晒谷啊，你看我就拍很多像这样的照片，他们就会坐在路边，蹲在路边，在路边买卖，在路边搭棚子，然后在路边晒谷。好像马路旁边就是他们的客厅一样，所以你这沿路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大概几个人。那这是很深，印象很深。还就是发现在越南他们的抱小孩很多，就是他们都会抱很多的小 baby， 就是还不会走路都会抱在手上。所以大概呢每经过一个城市，大概都会看到5-6个抱小孩的就站在路边。所以发现越南的1亿人口，为什么他们需要生这么多小孩？因为他们是农村社会，跟我们早期台湾一样。早期台湾是不是也要生很多的小孩？就是要帮忙下田啊、务农啊，所以他们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力需求。马太福音12章7节，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上帝看到这些人，上帝就怜悯他们，更喜爱怜悯他们，胜于我们的敬拜和祭祀哦。”所以我们正式到了这个奠边府，要去这个敦教区呢，它是第1站是安排我们去参观世界展望会支持的一个卫生站，好像我们今天的卫生所。但是呢这个他们的医生是上面这个穿白色医师袍的这个先生他上面穿医师袍，他下面是穿拖鞋。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卫生站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陋。可是世界展望会呢，就是在那边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而且是未婚怀孕的情形，所以他们怎么样？还有就是堕胎，所以他这个世界展望会一直在帮助他们怎么样来去帮助这些怀孕的女孩子。因为在那边呢，他们女孩子几岁就怀孕？16岁，16岁，就是我们去看很多的家庭，真的16岁呢，已经已经生2个小孩，那你看他们的量体重，有没有发展迟缓？那个体重计，是那个我们现在也看不到这种磅秤了，比较那种传统的磅秤，现在我们都用电子式的。那量体重呢，就是叫小朋友站上去，然后量他的体重、身高，量他的背长。那所以在那个地区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很早期的台湾。然后我们参观这个卫生所完之后，然后他又带我们去参观的是一个他们的幼稚园。那天气非常热，印象很深。那天呢快要中午，可是你看他们穿着这个衣服，他们都穿得住，然后他们为了要表演给客人，所以他们穿他们的传统服装跳舞，每个脸都红红的。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热，快要40度的温度，里面有没有冷气？没有只有电风扇，所以真的是看他们真的是很辛苦。那他们就是展示说，他们在这个幼稚园有点像托儿所小小的，可是他们这个地方的水呢，真的是靠雨水所以右上角那张图呢，就是他们从屋顶上面接下来的水，会接到水塔当中，然后他们这些水呢，还会再循环再利用，所以他们水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珍贵。那他们接下来7、8月就要进入到雨季那他们如果没有雨季的时候，他们水呢都要非常的珍惜。让他们小朋友在那边做活动做展示，就是说他们也有得到世界展望会的资助，那盖了这个幼儿所，让他们在那边有20几个的小朋友，这20几个小朋友呢，也是在那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当中。我们参观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带我们去家庭拜访，那就分组去到这些小朋友的家中那我被分到那一组呢，去到他们家中，右左就是要经过这个泥土的路，然后爬上去，然后穿过一片树林，家的占地还蛮大的，可左下角呢就是他们的家里面的客厅就只有一张床跟蚊帐在那边，然后呢什么都没有。那右下角呢就是他们的喝的水他们就是把水这样子储存起来，用帆布搭起来，然后上面还再盖一个帆布，为什么呢？怕它蒸发晒干。那他们这个水下面当然就知道下面有很多东西，他们就想办法过滤再去饮用这些的水所以长期喝这些水，当然身体怎样容易生病容易会拉肚子然后左下角是这个妈妈，左下角的这张照片的最右边呢是阿嬷，这个阿嬷呢比我还年轻，然后再来她的左边是她的妈妈，现在呢大概只有16、17岁，16、17岁。那手上抱的呢是她的再婚生的小孩那但是她就是被判为营养不良太瘦，以及呢她的孩子的爸爸去哪里呢？他的孩子的爸爸呢去河内去工作，坐飞机就要坐2个小时，那他们坐车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去工作。1年回来几次呢？1年只有回来1次就是雨季的时候。他们去城市做什么？做工人建筑工人。雨季的时候呢就是下雨不能建筑，所以他们才会回来。所以这些家庭呢真的很辛苦，但是世界展望会怎么去帮助他们呢？他就帮助他们种火山豆，还有帮助他们种玉米，教他们怎么样子来养鸡，可以下蛋，然后有鸡蛋，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营养，所以做得很像我们早期台湾的这个生活的样子。那在这一天的下午呢，就是这个活动有一个叫做秋神计划，那这秋神计划呢，它是就是资助儿童，那资助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你每个月只要花700块钱，就可以帮助你认领一个，但是可以帮助4个，然后他希望你一次就是至少1年，所以700乘以12是多少？8400块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他1年的生活的需要。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家庭，这个爸爸他去工作，问了半天，他去工作1个月的薪水多少钱呢？台币大概3000块，3000块，就是他们出去城市工作1个月才赚3000块，扣掉他自己在那边生活费，每个月可以寄回来家里面，大概只有台币大概只有不到1000块可能只有6、700块，6、700块。所以如果我们每个月700块钱去资助一个孩子，其实呢就可以跟他的爸爸一样，扮演他的爸爸一样的功能就是可以照顾一个家庭那这个秋神呢就是他有一个秋神派对，就是他们呢让以前是资助人去选，你要认你哪个孩子，但是他们这一次呢最近他们改变他们的做法，就是让孩子来选你要让谁来资助你这样。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你只要参与在这个秋神计划的人呢，他都会帮你要你的照片，
然后会帮你印出来。然后那一天呢，他是刻意的安排在一个学校，一个国中，然后呢，那一天刚好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对，学期的最后一天，隔天就开始放暑假，所以他就找了这些有参加 Chosen 世界展望会，认为是需要资助的孩子，就把他们找来。其实真的很热，那时候是下午大概1点半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帐篷，但是在下面每一个人的脸都是红彤彤。可是他们就是很厉害，就是可以在那边坐得住。然后呢，他们就是让这些小朋友让他有让我们上去介绍台湾，介绍台湾黑熊啊，如果你要介绍台湾，你会介绍台湾什么？101啊，台湾的珍珠奶茶，介绍台湾蓝雀啊，等等，跟这些越南的小朋友们跟他介绍。那这些资助人呢，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台湾，但是我看你上面有越南的人，也有越南的人那就是让他们上去选，那这个就是选到我的小朋友，等一下后面会有他的影片就是他选我。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要选我？然后呢，他的回答让我觉得很好笑。他说因为我看起来头发很多那就让我很超级安慰的，所以我的头发看起来很多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小男生他选了我，选完之后呢，他不会告诉我，而且他叫我们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为什么？他说要让这些小朋友一个惊喜，不要让他认出来说我们就坐在台下面。然后他后来就把我们分别带开，就是让这些你选的照片的人呢，他把你带到教室，然后去写卡片，去画画，去做图，然后写谢谢你怎样什么。然后也把我们带到另外教室，资助人带到另外教室，来写一封信给这些小朋友，然后呢就会让他们安排他们正式来见面，这个影片呢，在等一下最后面的时候会让大家来看，就是 Chosen，那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其实都很淡定，原来是你，他们没有像我们表现的这么夸张，可是他们心里面那种高兴呢，其实你还是觉得说哇。他们心里面很开心，特别呢是左边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结束这个活动派对，Chosen 它叫做 Chosen Party，Chosen 派对。离开的时候呢，这些其实他们都是曾经被资助的小朋友，他们又回来，就是学长学姐，他们这次没有，可是他们是回来，可是他们也是很热情的，跟我们挥手，跟我们再见，我们也觉得在车上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就被带到他们这个。敦教区的办公室，市长会的办公室，听他们的简报，发现这些同工呢，他们真的是很棒因为像前面这些布置啊，这些场地啊，这些气球啊，都是他们同工前一天布置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在那边一边秋神派对，你会一边听到 bang 气球爆掉的声音，为什么？太热了连那个气球都会爆掉不过呢他们还是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小朋友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派对马太福音1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是耶稣在这个5饼2鱼的时候告诉门徒。耶稣也挑战这些门徒这么多的人他们肚子饿了，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在敦教的这个隔天呢，我们去的是另外一个叫做孟昂孟昂。那去这个地方呢，也在一个国中。那这个国中呢，是他们有在帮助这个地方的青少年。那他有一个社团，因为他是共产学校、共产国家，所以不能够在那边传教。可是世界展望会就在那边做了一个青少年的活力社团，活力社团。然后呢，让这个国中生里面呢，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社团活动。那这社团活动的内容呢，都是教导爱、家庭、家人关系分享，还有就是品格，然后还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读书，那就是做这样社团。所以这些社团呢，大概有20几个同学那他们就开始介绍一样唱他们的歌，跳他们的舞，然后介绍他们然后他们让我们做一个手作就是每一个人画自己的家所以然后做一个海报，然后一组一组的介绍左下这一张呢就是我画的，我也画我的家我是这个绿头发的然后
牧师娘好跟3个小孩好，那我们家有猫有老鼠啊，就在上面，好表示说，哎，猫跟老鼠都可以生活在一起，好，所以这是一个和乐融融的家庭。好，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在那边很感动，好，所以我在那边跟他们分享说，鲑鱼的故事，好，告诉这个社团的小朋友，说，鲑鱼呢，它是出生在山上，好，但是它的爸爸妈妈把它产卵产下之后呢，孵出来，好，一段时间它就会顺着溪水一直游到哪里去？游到大海里面去。到大海里面去呢，好，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它会怎样？它会回到它的家乡，然后在那边产卵，最后它就会在那边结束它的生命。那我去越南就是感受到说，很多的越南人，他们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讲，就是他们好像也要像一个鲑鱼，就是他们要北漂、南漂、东漂、西流，他们要去到城市，要去到工作。可是我也鼓励他们小朋友说，你们可能有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不要忘记，有一天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家乡，在你们的家乡要能够做出贡献。那我分享这个故事完之后，这个同学他是那一天的主持人，长得很可爱，那他就是很活泼，然后他也分享他的话，就是他有一个爸爸妈妈跟一个弟弟，可是讲一讲，因为他讲越南话，好，我们在那边很辛苦，就是说，我们要有翻译，好，就是他用越南话讲，好，然后越南童工呢翻成英文，然后台湾童工呢再用英文翻成中文，好，所以就是要带2套的耳机，一个是从越南话翻成英文，另外一套的翻译系统是从英文再翻成中文这样子，好，所以他们这个越南童工呢，好，那个翻译耳机是一个007的手机，好，然后里面呢可以就是它的可以设备好，可以做2套的翻译，好，那但是呢讲一讲他就哭了，好，为什么他哭了呢？他就说他也在分享他自己的家。说，可是讲一讲他哭，说他很想他的爸爸，很想他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去城市工作，所以只有他自己在这边。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阿公阿嬷住，他就很难过啊，大家听了也都哭了。就是说在这个乡下的地区，这些孩子，他们你看他长得，就是说长得这么可爱，可是呢没有家人陪伴。家人不能在他身边，为了1个月700块钱的生活费，他们可能要举家，可能然后要1年才能够见面一次，所以就是很多这个越南的家庭，或是在那个地区，那这个社团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些小朋友做一个什么举动呢？他们叫我们签名他们就开始拿他们的本子出来叫我们签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去人就开始帮他们签名，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签书会啊，还是歌友会啊，帮他们签名他们就是很热情，请我们帮他们签名，那我们就结束那天上午的行程，然后中午呢，我们去一个类似的三民主义学校，就是共产学校，他们就专门在训练共产党员的一个学校，然后吃他们的学校餐右上角那一张不过也没有，那天好像没有在上课跟上学，那我们在那边用餐，然后下午呢，他带我们去一个叫做泰族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孟昂这个地方，我们一进去，感觉好像来到台湾的原住民，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听到里面有打鼓的声音、音乐的声音。然后我们才进门呢，他们已经开始在绕圈圈了，跳原住民的舞，然后就把我们拉进去，所以我们大概才下车一走上去，就开始先跳舞，跳了10几分钟，然后才把我们带进去教室，但是进去教室之后呢，发现还是在外面跳舞比较凉快，那教室里面真的太热，可是呢，他们在教室里面呢，跳舞给我们看，然后呢表演给我们看，然后他们演一个家庭剧。这些都是妈妈们，他们这是属于妈妈成长团体，成长团体他们叫做 Happy Family 快乐家庭计划。那他是先从妈妈们，他左下角演的一个戏剧呢，他演给我们看，就是一群爸爸，当地的爸爸呢都是喜欢喝酒，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赌博，
赌输了没有钱就怎样，就家暴。所以妈妈常常打电话叫爸爸回家，不回家，就家暴。所以那个孩子呢，两个孩子就在旁边哭，这就是他们的样子。可是呢，有了这个 Happy Family， 妈妈们开始来上课，开始学习接纳他的先生。虽然他们不能够祷告，可是他学习用说话，用态度、用方式去改变。结果这一场当中呢，来了不少的爸爸，还来了不少的爸爸。然后他们就做他们自己的图啊，做他们的简报啊，他们都不能够用圣经，不能讲圣经，那他们也不能够传福音。可是他们是把这个圣经呢，直接变成教材，变成一个品格，变成是一个幸福，变成是一个快乐，然后呢，让这些妈妈们来影响爸爸。所以呢，这个爸爸他也分享。这个爸爸说呢，他在分享的时候呢，这是透过翻译，我们听懂他在讲什么。说他自己就是之前演戏的那个，就是喝酒啊、赌博啊，然后家暴啊，就是他。可是呢，他现在跟他的太太的关系很好，然后呢，他也非常谢谢世界展望会，让他能够有一个快乐家庭。现在他知道怎么样太太的重要，然后他现在也很爱他的太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神迹，跟教会在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他们不能够有十字架，但是他们不能够有圣经，可是呢，他们却能够在一个共产国家，能够来改变家庭。可在这边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在台下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党员，就穿着制服，坐在我们的旁边，他要全程参与。我们像在刚才讲的那个在国中那个妹妹哭的那个学校，也是有一个共产党的党员在那边，就他们都会监视，都会在旁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女的这个高干，女的高干，她就坐在我的前面，那她就是比较有头有脸的一个女性。那我看她一直，我们在他们台上在分享的时候，她也没有很注意在听，她一直在看她的手机。然后看她的手机呢，那个字呢，非常的小，大概呢，小到我们这个 Word 大概是0至8级，她的字大概只有5级，那么小的字，我真的不知道她可以看什么，可能看什么秘密文件还是什么，但是呢，她也跟着听。可是最后呢，我们就轮流上去，还唱歌，唱《爱我们的家》，然后跟这些爸爸妈妈们跟他们来分享，然后最后还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拍合照。那在这个 Happy Family 这个家庭计划参访完之后呢，他也带我们去这个社区的家庭，对，这是他们的课本。我觉得这个课本真的是就是他们的教材，他们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家暴、酗酒、赌博，然后呢，这个没有的这个村庄村落，可是他们愿意爸爸一个一个改变，然后出来跟他的太太愿意有好的关系，出来做见证，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应该要给上帝一个热烈的掌声哦。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访其中几个家庭，那这个我们参访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哦。那这个爸爸他也是在城市工作，不过呢他刚好提早回来，所以他有在家里。他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这是他们家的客厅，你看他的家的客厅，就是直接坐在地上，铺凉席，然后他们的桌子呢就是摆3张圆桌，人比较多，然后他们的床呢就直接在中间，你一进门，左边是门，其实从左边那张照片看进去就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床，一进门就看到他的床，然后他床的右边呢是书桌，在右边是衣柜。那他们呢为了买这个书桌，他们跟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有推个事工叫做微型贷款，有点像我们的互助社。那他们就跟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微型贷款呢，去借了3000块的台币，3000块台币就去跟互助社借钱，做什么呢？买那套书桌，然后书桌买的好，那个可以坐2个人，他还有一个弟弟，弟弟在阿嬷家，所以没有在照片里面，然后他们就姐弟2个人呢，就是共用那个书桌，可以看书。然后这个钱还完之后呢，他们又再去借第2次，借第2次做什么？买右边的这个衣柜，你可以想象说我们今天
3000块需不需要去贷款？不太需要。可是3000块，就是他的爸爸可能要工作5个月、6个月才可以寄回这些钱来所以世界长老会呢，也透过这个微型贷款，然后呢来帮助他们。你很难想象说，哇，为了一个3000块的书桌，然后是他请我们吃的茶点，就是香蕉跟李子然后重点是那个水，如果是你敢不敢喝？敢，那你可以下次你可以去本来我要喝之前还考虑说，牧师长叫我说去那边不要乱吃东西到时候呢吃坏肚子怎么办不过还是喝下去了，但是喝之前先祷告一下没有事后来没有事就是说这已经是他们的心意就是他要一个家庭要接待你可是呢这就是他们可以接待的不过后来呢，我们听到完他们家庭的情况然后这个生活之后呢，他带我们去参观世界展望会呢，还做更多就光一个家庭而已世界展望会呢也资助他们借钱怎样去买牛，借钱去买猪，借钱养鸭养鸡，种玉米种小黄瓜，这都在他们家后面就是他们开始把他们家呢整理起来让他们家开始可以有其他的收入所以虽然他们不能在那边有教会，不能在那边有社区但是他们有社区的事工他们一样在那边能够去帮助家庭能够去帮助家人所以那个家庭呢让我印象很深那这张照片是我觉得去越南这几天看到最美的 view 就是在他们家的后院从他们家那个养鸡养猪的后面看下去，下面就是一条河所以他们家是比较不缺水所以其实我不用担心我们去的前一天去那地方是缺水的，没有河，所以他们真的是靠雨水那他们是有河水的。然后呢，他们后面有山然后我觉得那风景真的是很不错住在那个地方其实呢也是蛮这个赏心悦目只是说物质条件比较差他们真的要去到大城市真的是比较辛苦可能要10-20个小时才有办法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可是呢世界展望会把这些资源世界各地的资源带给他们马太福音20章34节耶稣动了慈心，把他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跟从了耶稣耶稣常常帮助这些人的需要，帮助他们的穷人，帮助他们的病人，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这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天是最后一天吗？对，最后一天在当地的最后一天那一天呢他带我们去看2个一个是看他们的一个村庄发展委员会，就是世界展望会呢他把他们的社区事工推动到这个整个社区跟村庄村长结合在一起，而且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已经稳定8年就是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连续服侍他们8年的地方然后带我们去看那所以呢那又是另外一条2个多小时的路又往不同的方向那去到那个地方呢他给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铺路就是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所以没有柏油路所以世界展望会呢帮他们募集这些资源来铺路所以他就叫我们这些去的台湾牧师去帮忙铺路所以真的每个牧师呢就开始卷起袖子来发给我们雨鞋就下去铺马路铺马路那我们从来没有铺过马路但是呢那边的当地人也有青少年他们是穿着拖鞋在那边铺路然后呢推一台100-200公斤的车子我们只是还穿着雨鞋戴着手套在那边工作跟那当地来比起来呢实在是差很多那但是他们比较小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那所以他们就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一看他们穿那个就是他们国家的国旗的衣服就是一颗星星跟他们照相那他们看到外人来其实他们都很主动都会跟你挥手拿手机跟他拍照的时候他们也很兴奋，他们也拿他们手机出来拍我这样子那然后呢我们在那边铺路帮人铺路，然后还有做路灯那世界展望会呢他们没有电没有那个
牵线，但是他们用那太阳能的路灯，所以就那边组装架设，把那个太阳能路灯照起来。他说呢，那个村长说，有这个路灯呢，晚上那个年轻的女生在路上就会怎样，就会比较安全。那他们没有路灯的时候呢，很多的女生走在路上呢，都有被侵犯的危险。那很多人为什么15、16岁就当妈妈就怀孕，也是因为他们走在路上，才在一个国中生的年纪，高中生的年纪，他们呢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不过呢，他们也很感谢，这不是第一支路灯，因为在旁边我们去前面已经有人在那边铺，已经那边有其他的路灯已经设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也是在那个地方世界展望会所做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9章36节。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呢。在今天牧师的分享到这边，但是呢，我想要有几个回应，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今天牧师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6天跟着世界展望会去越南，去看那个在共产国家没有教会的地方，可是一样可以把福音这个破洞可以把它填补起来。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你可以参加短宣队。你有没有觉得刚才牧师的分享整个过程很像一个短宣队？那牧师以前在嘉南教会当青年牧师，每一年暑假都会带学生去参加短宣队。那有一年去到台东的卑南族，今天我们教会就有一台游览车，不是我们教会有20个人参加女子神学院，他们就去到同样那个教会。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在那个卑南族的教会，在那边普悠玛，在那边献诗。参加短宣队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出舒适圈，跨文化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服事。但是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参加短宣队，你不是只有人去，而是在去之前你要怎么样去规划，你要怎么样去计划，怎么样去筹划，才能够让这整个活动。因为我发现世界展望会他们的规划筹划非常的准确就这整个行程呢就是在他们的设计当中所以他们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到那个地方那怎么样去设计安排介绍其实我觉得那个计划的能力要很强第二个呢就是这本书的建议，他建议我们你可以买一张世界地图通过这些世界地图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去认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第三个他建议我们可以去看世界展望会的官网在世界展望会的官网他们会把全世界各地的需要大小事情他们会放在网络网站上面，让我们可以去关心说他们需要志工他们需要奉献他们需要募集什么样的物资我们就算我们有钱的可以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你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和关心第四个呢，就是很实际的，你可以直接来助养孩子。我们在今年的11月会有世界展望会的牧师他们世界展望会只有一位牧师我们有邀请他11月会来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会来介绍这个秋神的计划那就是每个月700块钱1年8400块，你就可以帮助到不是认领一个孩子，帮助4个家庭你可以代替他们的爸爸不用这么辛苦跑去哪里就是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那以前牧师在当传道的时候去到台南柳营也有办这个协会呢有做一个事工，就是做外籍新娘，那时候叫做外籍新娘那时候有很多越南的女孩子嫁来台湾那我现在才回想起来说哇那些越南的女孩子其实都年纪也很小都20岁都20岁20出头或是不到20岁嫁来台湾那她来台湾嫁来台湾，然后呢帮忙台湾的这个先生的家庭工作然后每个月可以寄一点钱回去。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子太慢了他们怎样
来台湾工作可能更快，所以现在有很多越南的移工、越南的看护，好，可以更实际的，他们在台湾1个月3万块，那他在台湾只要省吃俭用，花1万块、2万块寄回去，哇，他们就等于2万块是他们好1整年，或是超过1整年的收入，够他们一家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工作几年，回去就可以脱贫了。那所以我们可以把握11月份助养孩子，还有呢，他说我们也可以建立友谊。当你有机会认识外国的朋友，刚才6号你有认识越南的朋友，你怎么认识的？家里加什么？家人有认识越南的朋友，像这些越南的朋友，就是你一个机会访问他其他的民族，可以认识其他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时候牧师想到说，我那时候跟这些越南媳妇，我们那时候说叫越南媳妇，然后他们的小孩就带来教会，那我们就会在教会办这个小朋友的营会发现这些越南就是妈妈是越南人，然后呢爸爸是台湾人，那其中让我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其中一个爸爸就是爱喝酒，然后呢他的家族事业是当鸡桶。所以呢，他爸爸呢，就是每次喝酒，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爸爸呢就是很凶，然后我们看他家的铁门，都外面都喷漆，喷什么欠钱不还，欠钱不还，那这是在那个村里面是非常的恶名昭彰。可是呢，有一次半夜，这个他也是越南的这个妈妈打电话来说，老师，他一直哭，说怎么了？说他先生死掉了，他先生死，然后就赶快开车去他家。结果呢，他先生在他家的客厅楼上喝酒喝的，他先生死掉以前还是先去住院，就住院呢，住那个嘉义的医院呢，他还从医院逃出来，自己叫计程车跑回家继续喝，就在在家里面喝到暴毙。我去的时候呢，他是倒坐在墙角，然后呢，真的叫做7孔流血，耳朵啦、眼睛啦、鼻子啦、嘴巴都血都流出来。然后呢，就等那个叫警察来之后呢，还跟着警察把他爸爸的尸体从很胖，他爸爸很胖，从2楼抬到1楼，然后再等那个殡仪馆来，这个印象很深。然后呢，后来就是说要帮这小孩子填证明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小孩，我们以前都叫他小孩叫做王冠柱，王冠柱。发现他的名字不叫王冠柱，他的名字叫王冠智，智慧的智。那为什么叫王冠柱呢？因为他妈妈都叫他王冠柱。为什么他妈妈叫王冠柱呢？因为他的爸爸就叫他王冠柱，因为他们是南部人，台湾国语，冠柱冠智，可是台湾国语变成冠柱，结果那小孩子他也不晓得他叫做冠智就连妈妈都叫他冠柱所以真的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呢也可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当你洗澡的时候，你今天晚上要洗澡的时候，你可以为那些没有水的家庭来祷告。当你要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可以为这个世界上有10亿的人口正在饥饿当中的人，为他们来祷告。当你准备要去上班，很心不甘不情愿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为这些找不到工作或是被剥削的孩子做廉价童工，为他们来祷告。当你要去上学，很心不甘情不愿要去上学的时候，你可以为那一些因为贫穷不能接受教育的孩子来祷告。还有当你晚上准备要睡觉了，终于甘愿的放下手机了，要好好睡觉的时候，你可以为那些在夜里面没有手机、没有灯、没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孤儿，为他们来祷告。好，最后我们来看这段影片。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tay,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No matter how far, how broken you are,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Hey, I don't know you, but I know you got tension in your neck, stressed out, too addicted to your phone to go to bed. If that's you, then take a breath. 这是参观那个卫生局。 Feel these words inside your chest. You
You are loved, you are chosen. Your body isn't broken. For every door they close is a better one gets open. You got a light inside, too radiant to hide. If you don't think so, let me change your mind.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tay,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No matter how far, how broken you are,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Always. Hey, and you ain't gotta do a thing to get that love. You ain't gotta act nice to get that hug. It don't matter if you stuck inside that mud. The sun's still gonna be shining down on us. If you've ever felt left out, burdened or weak, I promise not to lie straight from the enemy. Coming for your mind, body, soul, and energy. But do not be deceived, cause you are loved, you are chosen. Your body isn't broken. For every door they close is a better one gets open. You got a light inside, too radiant to hide. If you don't think so, let me change your mind.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tay,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No matter how far, how broken you are,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Always. 让他自己选，他想要谁来资助他。翻成越南文，先翻成中文，翻英文，英文再翻越南。然后这是见面的时候，你的资助人就在现场，只有几个小朋友的资助人在现场。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tay,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No matter how far, how broken you are,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I don't know you, but I know you got tension in your neck. Stressed out, too addicted to your phone to go to bed. If that's you, then take a breath. Yeah. Feel these words inside your chest. You are loved, you are chosen. Your body isn't broken. For every door they close is a better one gets open. You got a light inside, too radiant to hide. If you don't think so, let me change your mind.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tay, don't you forget that love is always coming your way. No matter. 越南的展望会总共有15个国家为他们来准备的，那台湾也是其中一个。那最大的是美国，那他们在1年都要需要上亿、几亿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么多的人。那这有香港的台湾的会长在这次的访问当中。You've heard all his lies, but the truth's been the truth all along. You have been chosen, seen, known, and loved every moment. Called by your name, yes, he knows it. So run like a child to your father. You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You have been chosen. 青少年部的主任，国际部的主任，市长的国际部的主任，这就是越南的会长，印尼人。这个是世界长老会的理事，印尼教会的教主任。Stretched out his arms and said, You have been chosen, seen, known, and loved every moment. Called by your name, yes, he knows it. So run like a child to your father. You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You have been chosen.
known and loved every moment. 所以牧师最后的感想哦，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参加世界展望会的各种活动。但是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你要英文要常常拿出来用，因为当你出去之后发现英文很重要。在台湾英文不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出去之后呢，多用一种语言，你的世界会更宽阔。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为主做工要趁早，要将年轻的时候献给主。看见世界展望会他们每个同工都很年轻那甚至有的已经是在公司上班，所以他辞职来投入在世界展望会的工作。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那他们也是为了这个 vision，那虽然不是透过教会，但是他们一样把基督带到有需要的地方。第三个，如果你想要参加世界展望会的活动呢，你的物质要减少。如果你的生活依赖电脑、依赖3C、依赖网络，你住在舒适圈，你不能够没有冷气，那很抱歉，你大概你就出不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把握那个没有冷气的、没有3C 的、没有网络的这种聚会呢，你要去多参加。第四呢，你的饮食要丰富，就是你不要挑食，永远只会吃麦当劳。那你去越南呢，你就活不下去。你要多吃上帝不同的原始创造的食物。当你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他会跟你分享很多不一样的食物。当你能够吃得开，你就不愁吃穿住，你就可以到各地方去为主做工。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圣经要读好。虽然你去越南不用带圣经，但是这样才困难啊。你没有圣经，你要怎么样跟人家分享福音呢？你没有办法带整本的圣经去，你要怎么样告诉人认识耶稣呢？那我们在那边呢，有一个聚会，就是那个 Happy Family， 有个妈妈，她就跑上台，她说：“哎，我们有交流时间。”她就很勇敢的上台拿麦克风，她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们要来帮助我们？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么好？”那这个有一个会长，那个越南的会长，他就起来说，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信念，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就是为了这个信念、这个信仰，所以他们不求回报的，来一直来，再来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不能够直接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可是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这个World Vision 上面有一个星星，其实它就是一个十字架。他就是在告诉，他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盼望。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不管是今年的暑假，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世界，不是只有到那个更享受、更舒服的地方，而是你也能够去看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能够怜悯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透过到越南6天的分享记录也能够让我们在桃园看见听见不一样的世界我们早期的台湾比现在的越南更贫穷，我们早期的台湾比现在看到照片还要落后，但是神你也差派宣教士，差派马街马雅各把福音带到这里，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教育，享受医疗，享受科技，享受文明。主啊，但是我们在恩典当中，在祝福当中，却容易迷失，却不容易看见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信仰，看见真正的福音，让人的心最单纯的那一面能够显露出来。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无论我们现在的年纪，我们现在的在什么样的阶段，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来服侍，也能够在每个服侍当中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就如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英语的上面能够常常的练习，也帮助我们能够趁着年轻学习为主来做工，也帮助我们能够减少物质的需求，让我们能够多饮用上帝所创造的各样的食物，也让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得好，读得通。将来你要使用我们成为器皿，带领我们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或角落，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为主发光，成为光，成为盐。主，我们特别为这个礼拜的期末考，或是毕业考，或是即将要来到的暑假来祷告。求你祝福我们在暑假当中，不论是大小的营会活动聚会，让我们都带着一个服侍的心来服侍主，也特别为着我们在暑假当中的时间安排，让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挑战，有不一样的学习，也能够有不一样的尝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长大、老练和成熟。愿神与我们同在，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恩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
难的这些孩子以及家庭来祷告，求主你能够带领他们，在主你的保守中能够持续的生活，持续为他们的路有主你继续引领带他们走下去。今天晚上我们用时间、金钱、才能为你所用，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持续站立，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拍手。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更不知其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哈利路亚！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趁着年轻为主做工，看见福音的破口，也愿意为这破口来摆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Hello，大家，我是嘉兴的小组长子轩。子轩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报告。好，首先我们要欢迎新朋友，欢迎主杰在哪儿？哎呀，好，那大家，好吧，那对，刚刚有2位新朋友，那如果大家之后有看到，刚刚应该是坐在这边，是有2位。有看到，或者是之后有看的话，大家就可以再多关心他们一下。好，那就是好久没看到雨人了，好想欢迎一下雨人，还有雨桐。好嘞，大家可以欢迎一下雨人跟雨桐。对，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好，那我们继续喽。好，我们6月21号是青年牧区的献诗，那歌曲是为你模拟的。那练习时间就是等一下会后的小组时间，就是大家就是下来一起来练习献诗。好，然后日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就是这个主日，就明天，所以会由日山神学院教务长林昌华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跟报告。所以如果明天就是还会来教会的，就是可以来听一下牧师的讲道。然后12点半在49号2楼礼拜堂会举办本年度第1次的信徒讲，这应该是讲师是一样的，讲师一样。哦，好，所以讲题是上帝在台
台湾400年的恩典组织。那讲师一样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林昌华牧师，所以全剧邀请兄弟还有核心同工们踊跃出席。好，然后6月19号是端午节，大家就去放假，所以全职同工也放假，所以大家就不要来教会了。好，还有那天要消毒。好，然后8月15号跟8月22号的9点半到4点半有领袖高峰会，然后地点在这里，然后报名的费用是1个人1700，然后集赞会有全勤可以退500块，所以大家就请扫周报封面QR code报名。然后6月30号前报名的有200块的图书礼券。好，在下主日的小组聚会暂停一次，没有供应爱餐，对，所以如果有安排聚会的小组就自备午餐。第4次的圣礼典会在7月12号举行，那想要受洗的人可以在6月19明天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好，然后6月17号下礼拜3 8点是黄家生长老主礼，然后地点在7楼礼拜堂，欢迎大家参加祷告会。再来是第2届台语朗读比赛，欢迎幼儿园大班以上到12班到120岁，我不会讲爸好，对，所以就像我一样不会讲台语的人就可以多练习，然后去参加台语朗读比赛。好，然后报名到6月30号截止，那只要报名而且有完赛的人就会赠小礼物，对，所以成绩优异的还有奖金，所以请大家就是踊跃报名。好，再来14角已经当天在教会1楼公布完的，那电子档可以我们的官方账号查。好，有需要查的人就可以问中医长老。还有我们的主日会，这2天，对，现在也会，我们要为6月份的寿星庆生，也是6月份的寿星来到台前，我们要附赠小礼物，真的。好，请上台。有2个吗？如果生日快乐！我们来为他们6月在周报上面还有49位6月生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祝福。现在天父上帝，我们为6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还有今天在台上的雨琪、博成和雨田，以及在周报上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献上感恩，也求你祝福他们在生日的月份当中，能够智慧与声量都能够增长。爱神的心与其众人爱他们的心也能够增加，也求你保守他们都能够有神的同在，能够更加的渴慕神、追求神，也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和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以前怎么说剪头发？好，没事。我们就继续咯。好，一样是下礼拜3 10点半到12点松大的实体和线上讲座，然后主题是如何面对死亡，然后是由我们陈博士牧师来讲。对，那这边有说明和会议代码，大家欢迎大家参加。好，我们的阿卡贝儿童夏令营新世纪福音勇士在7月6号到10号8点半到5点，然后主题就是应该说跟网络成瘾有关啦，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所以就很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的，或者是你有认识国小生的，就是请他们赶快来报名，然后2人团报就是有享9折优惠，对。然后我们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想要教这些小朋友，因为未来他们一定会进到这个3C 的时代，所以要教他们怎么样跟这个3C 共处，也不是教他们完全戒掉，因为其实完全戒掉是很难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让他们之后可以好好的使用网络，这样。好，只要有人这次没有报名，对不对？想要去打球，真是的，我真是太好，没关系，下一年再报名就好。好，对，就大家
的在筹备这件事，所以就大家如果有认识的，就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因为现在其实离那个我们预计的80人，就是还有差一小段距离。对，现在大概才58个人左右这样。好 ，OK， 有那报名表在49号，对，有报名表在49号，拿去带回去邀请。好，然后也辛苦今天就是有参加市交的夏令营同工们了，对，就辛苦了。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个掌声，就是有活动组的，然后还有教学的过程。好，那我们现在还有林文老师，林文刚没有介绍到，对不起，好，新朋友的时候。好，再来，夏季音乐营在8月3号到7号，然后对象是10到15岁的同学，然后报名费4000块，早鸟优惠有直接减1500块、2500块，所以大家好好把握，只有25个名额，对，报名就一样扫 QR code。好，然后6月28号12点半会进行第3次的福音快闪欧趴堂活动，然后当天在49号1楼集合，有参加的就会有提供志工时数，所以就是请有意愿参加的弟兄姐妹向协助报名。好，6月28号礼拜天1点有核心同工事工研讨会，在401举行，对，欢迎各位核心同工预备心参加，不会参加的要先向牧师请假。好，然后外展跟牧养的座谈会就是在6月28号的华语礼拜中，不对啊，等一下，重来一次。阿刚美牧区会在6月28号华语礼拜中举行升级礼拜，然后12点到1点在新堂子这里举行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外展餐饮牧养座谈会。那邀请小6升国1的学生跟家长一起参加，然后也邀请家庭的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欢迎小5升小6的学生跟家长参加。明天陈柏芝牧师外出上课，那要找牧师的就找或请假。好，台舞司陆家小组的邱雨辰跟可丽夫妇脱衣舞一样，那有乐人的可爱的小北可以看得到。好，要练习啊，对，要练习，是大家一起练习。好，大家都一起留在这里，要练习，那大家结束了，大家大家就到此结束。去上个厕所，然后应该2分钟就好了，26分回来。